大家好啊，我係阿明啊。最近咧就好多本身識我嘅老友記啦，咁啊覺得我個人咧越嚟越極端啦，思想咧越嚟越反中啊，日日鬧政府，咁啊噴大陸，咁啊逢中必反。咁另外咧睇乜嘢大陸嘢咧都唔順眼嘅，咁唔單止睇到大陸樓咧一毫子都唔值啦，仲連咧國內裏面嘅生活啊，經過我把口講出嚟咧都係衰到貼地嘅。咁到底我有冇真係抹黑大陸啊？咁啊好似咧 YouTube 啊嗰啲反中大 V 啊，或者係法輪功咁嘅思想咧？我先嚟分享下我嘅思路轉變啦。我其實由細到大咧都係一個政治冷感嘅人啊。我係一個咧只會着眼當下生活啦，咁啊努力工作啦，work hard pay hard嘅典型香港人。同我講政治咧，我係一啲興趣都冇嘅。咁啊都係隨波逐流啊，跟香港人嗰套走啊。屋企咧都係一個典型嘅香港家庭，咁啊亦都對我好好嘅，咁啊算係小康之家啦。唯獨我老豆咧，佢係左派學校啊，香島出嚟嘅學生，咁啊受愛黨嘅教育。而我阿爺咧，就算係參與過抗日啦，咁然後咧就好崇拜老毛嘅，咁嗰啲獎章啊、毛語錄啊等嘅物品啊，都會喺佢間房啊同埋揾到一個咧揾到一大堆嘅，咁咧係一個超級嘅毛粉嚟嘅。但正如我所講啦，香港係一個好幸福嘅地方嚟嘅，一直都係。我阿爺、我老豆呢兩代咧，以前咧物質啊冇咁豐富啊，咁啊亦都捱過。但係佢哋咧都係香港咧經濟起飛嘅時候咧，有好濃嘅獅子山精神嘅。咁為咗生活而努力啦，咁啊好自然咧，百業興旺嘅時候咧都有進步。香港咧一直都係一個只揾錢、只講揾錢，就唔需要講咁多政治同埋表忠嘅地方啊，亦都一直係一個優勢嚟嘅。可以政治冷感咁啊，集中諗生活。就係香港人咧，過去一直可以咧持續暢旺嘅大環境啊！咁呢樣嘢咧，亦都係受老鄧啊改革後啦嚇，然後咧就老江啊、老胡啊嚇。我16歲咧就上深圳玩噶啦，咁啊啱啱上大陸嘅時候咧，雖然咧大陸咧係好多問題，咁啊市容啊、衞生啊、治安啊、管理啊等等咧，都係差過依家好多嘅。但係咧整體咧成個社會咧都係進步緊嘅。最主要咧係人咧對未來咧都係有向上嘅正面期望嘅。直到我咧當時咧喺大陸咧咁啊有過幾段感情之後啦，咁啊我咧就更加開始咧有喺大陸咧發展嘅諗法啦。咁開始咧改變發展方向，咁啊甚至咧覺得咧大陸咧處處都係充滿機遇嘅。但係真正令我開始關心政治嘅，咁啊就係2012年之後。2012年咧，因為咧我正式咧周圍咁樣留意同埋研究咧深圳嘅同埋周邊嘅地產啦，咁啊覺得有前景啦，所以咧就投資致富，我啊覺得有出路嚇。咁連帶咧我就好有興趣咧去成個國內嘅經濟咁啊會去研究嘅嚇。咁2013年啦同2014年啦嗰時啦，當時咧就啱啱咧好想投大陸嘅經濟啊、發展啊、生活啊各種事啦，咁咧就帶晒濾鏡會去睇大陸嘅。而就當時嘅香港咧，立法會咧嗰啲反對派咧就鬧得越嚟越大啦，咁啊搞事咧就越嚟越出位啦，再加上咧香港咧其實咁多年咧我生活咧都厭晒噶啦，咁咧做嘢咧又辛苦，咁成日咧就感到咧諸事不順嘅，所以咧住嗰度耐咧就厭嗰度啊，開始咧就越嚟越反感咧香港咧成個各種環境啊。咁後來咧就因為普選啦，咁啊香港人咧就嘈冇公民提名啊，同埋咧又話阿爺反口咧就整咗個假普選啊，咁啊嗱泛民之後搞佔中嚇，咁因為咧當時天真又簡單嘅我啦，咁啊單純咧覺得咧香港咧支持泛民嘅人咧個質素咧太低啊，甚至咧僆仔咧多好多時候咧係盲跟風啊，乜都未了解咧，咁啊亦都覺得咧好多香港人咧係唔去認知大陸嘅，咁啊對大陸嘅認知係唔夠嚇，咁咧更加開始啦嚇，我嗰時更加開始嘅自覺咧比佢哋強太多啦嚇，咁啊當時咧就因為咧想開大陸啊覺得好正啦，咁就好憎咧支持反對派嘅人啊，同埋咧容許呢啲人上街嘅香港啊。咁及後啦，香港人都知噶啦。咁啊，2016年魚蛋革命啦，咁啊，2019年反修例暴動啦，咁啊呢種咧思想分化咧就更加具體化啦。咁啊社會咧進一步撕裂，咁啊又有黃絲又有藍絲，咁啊大家咧都喺度講咧大是大非噶啦，都唔會有中立噶啦。咁咧嗰啲 Facebook 啊拉黑啊互刪潮啊，咁啊
朋友咧間中咧出嚟食飯啦，朋友之間出嚟食飯咧就因為政治立場咧就啲單打嚇，咁啲親戚咧就約出嚟食飯都要分開約嘅，咁啊又話唔同呢個做朋友咁樣，甚至咧佢老豆老母同啲仔女咧都唔啱碼嘅。我當時咧係認為咧咁啊社會事件咧好多都係借題發揮嘅啫，咁啊支持上街嘅人咧都係未知道自己反緊乜嘅，所以咧好反感佢哋噶。咁啊，甚至係我細妹啊，咁啊都係咧上街嗰啲黑衣人嚟噶，咁啊有好多咧同輩啊嗰啲親戚都係，咁啊而我咧當時嘅立場咧就同佢哋勢成水火嘅，咁平時咧都同佢哋咧形同仇人啊，咁啊食飯講多兩句都會反台嗰種啊。但係其實咧當時嘅我咧只係睇到事情嘅表面，對深層嘅矛盾同埋香港人擔心緊啲乜啦，面對緊啲乜啦，就一啲都睇唔到啊。就係正因為咧當時嘅我啦，咁啊個心咧都喺大陸發展嘅，咁啊房地產嘅賬面獲利咧，亦都令我咧對大陸咧有極大嘅期望嘅。咁同時咧，我唔止係藍啊，我亦都變到越嚟越紅啊，咁啊越嚟越 buy 咧大陸咧老共嗰套咧扭曲嘅敘事啊，同埋咧價值觀嘅咁啊灌輸嘅價值觀啊。咁啊國家富強啊，祖國強大，咁啊外國咧就唔抵得，所以打壓啊，咁啊外國咧都好醜惡嘅，咁啊只會歧視華人嘅。咁啊移民咧等於二等公民，咁啊只有留喺中國咧先有處有新機會，咁啊香港咧就應該咧歸祖國懷抱嘅，跟乜嘢外國啊，咁啊去乜鬼嘢外國讀書啊，咁啊崇洋啊，有種讀清華清北啦吓。咁後來咧誇張到啊，當時啊我女未出世，咁我就覺得咧未來啦，如果我仔女咧要讀書咧要發展要搵食咧，都必然咧要喺大陸嘅吓。咁我甚至啊嗰時係認同嗰句啊陳平不等式啊，大家都知道咩叫陳平不等式啊。咁啊覺得咧就美國咧月賺$5000啊，都唔及咧國內咧月賺月入3000蚊人仔咧生活咁好嘅。咁啲錢咧喺國內咧咁好使啊，大陸咧嗰啲人均消費力啊同埋購買力嘅評價啊勁過全世界嘅啊。咁依家回想翻啦，我諗啊，依家我老婆都笑我啊嚇，當時咧係幾咁冇腦，幾咁白痴，幾咁上頭，幾咁被洗腦嚇，幾咁豬兜，先至咧會作為香港人咧有咁嘅低能思想嘅嚇。後來咧現眼報啦，就真係咧話嚟就嚟啦，重要轉捩點咧其實有兩個嘅，一係咧就第一樣嘢咧就係咧現眼報嘅阿肥啦，咁啊傻閪小學雞治理水平啦。第二咧係咧多年來啦啲香港傻男啊，以及咧國內咧嗰啲腦殘粉紅咧嗰啲言論同行為啊，令到我真正咧去感覺到咧咩叫反智同埋失控，咁先至識得醒覺嘅，清醒過嚟。之前我分享過嘅就係新冠疫情啦，咁啊頭2年咧都仲可以咧叫話係外國咧停產，中國咧仲可以維持生產，咁啊訂單多，外貿咧都保持到嘅，咁其他產業咧都仲可以好嚇。但尾嗰1年咧，人哋外國都恢復啦，佢仲喺度咧扮勁，喺度維持咧，仲越嚟越嚴，咁啊谷死自己，谷到自己爆煲嚇。因為咧我2020至到2022都做過唔少工，同埋都叫搞過唔少咧做所謂嘅生意嘅嘢嚇。咁啊喺深圳啊同埋惠州啊，我都開始咧越睇越通噶啦。咁啊深圳咧惠州啊搞地產啦。後來咧就自己咧專自己收1、2手嘅盤源，亦都直接咧對賣家或者係做渠道啊，亦都幫買家咧去揾盤嘅。咁啊商品房成交咧就揾一啲相熟嘅跑房管局啊拎號嘅人去做過戶啦。咁啊深圳咧農民房啊，咁啊私下咧就揾啲律師行啊統建房咧就帶佢去村委蓋章啊，自建房咧就帶去樓長嗰度簽合同啊。咁啊純喺佢哋啲佣金嗰度咧就拎翻少少盤源費同埋流程費嘅啫嚇。咁啊呢個我搞地產我都分享過啦。然後咧2021咧長住深圳嗰時咧又開始咧跑美團啦做騎手啊，咁啊瘋了餓了麼啊咁啊嗰時咧一日咧都跑到300幾400嘅，我都要用成12至14個鐘嘅，咁啊跑深夜段。咁啊到後期咧啲騎手越嚟越多啦，咁啊啲單啦，咁啊閃半秒就冇啊，個個用外掛嚇，咁每一單啊都要跑2個地方嘅，一收一送嚇。咁依家計啊如果係計依家嚇，一般咧深圳跑都係跑到200幾蚊嘅啫嚇，哇真係咧200零蚊嚇，13、14個鐘啊200幾啊，咁大嘅巨款啊，真係唔知點樣使先使得完啊，使10世都使唔晒啦係嘛？2021年咧，我亦都打過廠工啦，咁啊正常一份廠工流水線咁啊4、5千蚊，咁啊996 12碼12個鐘，咁啊人哋係包食嘅，住宿咧係每個月咧象徵式咧可能咧喺個人工度扣100咁啊。
咁如果你話包 cover 到自己嘅，通常咧都係呢啲工噶啦，咁包食包住。但係咧，你好似鐵人三項啊、騎手啊、網約車啊、快遞啦，係乜都唔包嘅嚇。咁其實咧，因為咧打過工之後咧，2022年啦開始就自己做啦，開始做嗰啲唔知算唔算生意啦。但係咧，我咧就完全咧亦都感覺唔到有啲乜嘢事業感嘅喺大陸。以前咧投錢咧。就試過咧投錢喺深圳咧開個頭療店，咁夾咗幾雞嘢，咁賺到2個月啦，咁分得每月嗰幾千蚊嚇，咁後尾咧冇鳩得做啦，咁想拎翻啲錢，都要咧大半年啦先分期退得翻俾我嘅。嗰啲咧夾錢啊，買幾多分股啊夾錢做生意啊，咁大陸咧夾份開店咧係好撚興嘅呢樣咁大多數咧都係會失敗收場嘅，咁只要你唔係大股啦，咁條數永遠都講唔清嘅。咁之後咧，跟住我又擺個地攤啦，咁俾錢咧又買咗架3輪電摩3輪啦，咁跟住咧招牌燈箱啊、沖奶茶咁手搖器啊、水桶啊、冰啊，同埋嗰啲小台凳啦，又洗咗雞幾嘢，咁開咗檔咧手打檸檬茶，咁嗰時咧流行咧暴打渣男啊，咁手打檸檬茶，咁喺公明廣場嗰度擺，咁後來嘅事咧咁都分享過噶啦，又係咧衰內卷同埋戰鬥戰鬥大家咧唔賺錢鬥大家唔賺錢睇邊個頂唔順先，即係搞到咧冚家都冇錢賺嘅。然後咧我咧就即係唔成功啦，咁即係搞乜都搞唔掂啦，咁開始咧着力咧去研究咧點解大陸嘅內卷呢樣嘢。咁開始咧就慢慢了解咧大陸咧乜春都內卷嘅原因。原來咧只要咧真係設身處地入咗大陸嘅局咧，咁影響到自己嘅生計同埋揾食啊。然後咧知道同其他地方喺待遇上咧有強烈對比嘅話咧，就個個都會咧由滿腦粉紅愛國咧就變成恐懼，再變咧係好撚憎好討厭好討厭呢個地方呢個咧係人性嚟嘅。其實由撈唔到落去咧，2023年我翻香港開始啦，我就睇翻咧各種我以前咧好討厭嘅各種右派反中香港嘅以前咧會話所謂偏黃嘅文章同埋咧嗰啲各種嘅學者去分析啦。我發現咧其實咧大陸嘅各種衰退咧同埋離地咧，原來幾年前咧一早咧就已經有批死咗大陸係會係咁噶啦。雖然咧，我到依家咧都一樣咧，唔可能咧去認同咧暴動同埋極端上街反政府但係咧，我亦都開始明白咧，以前咧作為支持反對派嘅香港人咧，嗰時係擔心緊啲乜嘢嘅。而事實上咧，佢哋以前咧擔心嘅嘢咧，依家咧係真係確實係發生緊嘅。以前反對派嘈得勁啦，咁支持者咧雖然咧有唔少都係反智嘅，甚至咧冇乜常識，確實咧有唔少後生咧係被洗腦嘅。以前咧見到咧開會咧拉布掟蕉然後咧嗰啲咧大聲公叫囂人哋上街阻街阻搵食係好反感，冇錯，會覺得咧相關咧呢啲咁嘅反對派好撚小學雞自己咧都狗咬狗。問題係到依家冇晒反對派啦國安法啦、23條啦，全部嚟晒，越收越緊，乜撚嘢大陸政策咧都跟晒落嚟香港。當時咧最強硬反對黑暴嘅有好幾個，我以前咧係好低能咁樣去幫個口去支持佢哋嘅。好似咧黑暴嗰時空降落嚟做警署一哥嘅嗰個嘅阿鄧 PK 啦，咁就仲有嗰件咧懶正義嘅嗰個議員啦，姓何嗰個啦，何君堯啦仲有啦成班民戰聯以前我仲投票過俾佢哋嘅添。依家都係咧加速中港兩地融合死路嘅禍根嚟嘅。阿蛋餅強由警察轉咗位去保安局之後啦，咁佢係一心咧只諗住上位嘅啫，效忠個皇上處事咧就成劈屎咁雲福苑單嘢啦卸膊，咁依家咧入油話要立例重罰咧要入咧，如果係入嗰啲非正式油站柴油嘅貨車要重罰佢哋明明咧係元帥柴油對住啲油公司笠晒水任佢哋加價，對住啲好恰啲嘅小市民咧就立例話又話要罰一球，又話要坐監姓何嗰個撚樣咧何君堯我記得我老豆更加係佢粉絲嚟嘅。唉，以前咧反黑暴嗰時咧，佢咧就演講義正言辭今時今日
你哋成班冚家拎，乜春都講融入，乜春都講融入噶啦。個撚樣咧，仲大聲咧，仲話咧要俾多啲機會啊，內地咧有為年青人咧落嚟香港做嘢啊，話咩齊咧落嚟咧搶基層工種嘅專才啊，唉，一齊爭做非技術工人，唉。香港咧就成日話，話香港唔夠人才，咁咧就話要捲死先至出到進步咁話。依家香港冇晒反對派之後啦，成班建制嘅閪佬啊，依家咧都係配合大陸咧一言堂嘅官僚嚟嘅。咁喺呢個大背景嘅情況之下啦，甚至咧未來咧，我覺得咧，甚至都唔需要港人治港噶啦。咁啊，是但空降一件省部級嘅蛋散落嚟，咁啊可以噶。以前咧反對派同埋所謂黃絲啦，咪就係擔心緊呢樣嘢啫嘛。咁依家就正係真係發生緊嘅。嗱，我從來咧都真係咧討厭政治上腦啊吓，但係我關心嘅係經濟、就業同埋民生。嗰啲乜嘢我係中國人啊，我愛唔愛國啊，咁啊呢啲言論咧一早已經俾人玩爛晒噶啦，已經變咗貶義詞嘅。呢啲咧先表忠後之後再討論事情本身嘅言論啊，我係最撚憎嘅啦。下下咧將啲嘢咧上升到咧，喂反唔反中啊？嚟到掩蓋咧自己管理問題，其實咧就係愚民愚己吓。但係呢樣咧就正咧係依家大陸咧大陸場內做緊嘅嘢啊，所以先搞到咧咁多粉紅咧滿世界走啊，喺度咧 show 佢哋個質素下限啊。當然啦，雖然咧外網咧反中頻道啦會集中咧去講大陸人啊各種咧離譜嘅思想啊、離譜嘅思維啊，同埋嗰啲視頻啦吓，但係咧其實我都係認同咧族大有乞衣嘅，真係咧唔係個個大陸人都係咁嘅。我自己咧就超過一半嘅朋友咧都係大陸人嚟嘅，佢哋咧咁多咧係唔理乜嘢大敘事、大立場、大政治格局嘅，咁佢哋只理生活嘅啫。但係可惜咧，依家嘅內媒啦、傳媒咧，就下下咧就要經過審查，咁越嚟越洗腦嘅價值觀啦，係成年人啦都被帶偏啦，就更唔好講咧年青人同埋小朋友啦。所以我依家咧係變到係有反賊，漸漸係變到有反賊同反中嘅思維啊，就唔係冇原因嘅。但係我唔係反我自己嘅中國身份吓，亦都唔會話定義全部大陸人都係點嘅。但係咧，大陸個社會環境咧係人為變到好反智，我認為咧係只係適合拎住外邊嘅錢咧去入大陸生活嘅啫，而唔適合咧落葉安居嘅。多年以前我就係因為自認自己以為自己好愛國，又因為咧嗰時咧香港嘅社會撕裂啊，我拉黑同埋 block 咗好多咧以前嘅好朋友啊，到今時今日啊，到我因為太了解大陸啊，先至恍然大悟嘅啫。以前嘅我咧，先係最唔清醒嘅香港人。不過好不幸啦，到我醒覺嘅時候咧，就越嚟越多香港人咧就步入我以前咧盲目去鳩撐大陸嘅思維之中啦。咁佢哋步我後塵。正係因為咧曾經深耕過投入過，完全咧係落地接觸咁身體力行過，咁先至咧係反對大陸嘅啫吓。我唔係嗰種咧。又唔點樣過關，又唔熟大陸又要盲屌嘅嗰啲咩廢青廢佬嚟嘅。我希望咧，以自己對大陸嘅熟悉同埋認知啊，同埋我睇清晒大陸啦，咁分享多啲啦，係可以咧令到咧佢哋咧就真係依家嘅好愛國，好睇好大陸嘅嗰啲香港人啦，都唔好咁盲目啊，唔好似我唔好咁盲目啊，我希望佢哋可以更加清醒咯。好啦，今日都講到呢度先，我哋下次再見，拜拜。